现在的你是在哪里呢？是已经躺在床上，还是正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？今晚我们不聊理想，也不聊明天，就把那只不停追赶时间的表暂时拨停吧。这一整天你都在跑，对吗？赶着电梯，赶着方案，赶着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得体面又高效。那个叫有用的标签贴在身上一定很累吧。现在的你终于可以没用一会儿了，不用去思考任何人的期待，也不用去回应任何讯息。在这几分钟里，你的时间只属于你自己。允许自己盯着天花板发呆，允许自己去想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，比如一片叶子落下的弧度，或者一粒尘埃在光影里的舞蹈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追赶时间，时间就开始变得温柔了。浪费时光并不是某种罪过，让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吧。灵魂需要这一场漂泊，在今晚找回那个自我。那些被你浪费掉的时光，其实并没有消失，它们变成了你灵魂里的养分，变成了此刻这一呼吸间的自由。并没有人规定你必须每一分钟都在创造价值，不产生价值也没关系，不走向终点也没关系。在这个深夜，浪费时间才是最震惊的事情。浪费时光并不是某种罪过，让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吧。灵魂需要这一场漂泊，在今晚找回那个自我。彻底的信任里的你，虚度光阴吧。